好，也这课是生涯规划课，毋知大家有嘛个梦想无？我想做一个动有名的美发师。我想爱做先生。我想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照顾规家人。我想要伫办公室上班。好，大家拄讲得同好，沿着向下来追求梦想。你有梦想，我有梦想，沿着向下去比上。你有梦想，我有梦想，嘿耶！